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本日收看高高講下話嘅係民主，今日呢度就主動聽聽主動嘅粵語研討來到呢個深山地圖有一間餐廳，這間餐廳裡面呢有收集了很多的客家古董，還有傳統的客家風味美食哦，跟我一起進去看看吧。哇，今天呢，我們開了好久的車，沿着竹東122線道來到這個深山地圖。你有沒有圖兩個山那邊那個可以兩間餐廳呢？因為我們喜歡這個環境，而且這是爸爸以前的老家，所以我們跟着阿公一起回來。你們從庭園造景啊，到整個餐廳的佈置，都很有一貫的風格，很鄉村這樣子。不過 Alice，因為今天呢，其實我們有任務在，要教觀眾朋友呢講客家話。海陸腔的女兒呢，就是妹兒，對，有點像打勾勾一樣，妹兒。對，所以你就是妹兒，我也是妹兒。但是呢，我們現在也要來去找你的阿妹。就是你的媽媽開的餐廳。如果你認真去看呢，你真的會發現從桌椅啊、吊飾，任何東西都真的是寶，而且現在已經都看不到了。對，現在的農業已經真的是已經開始沒有了，而且也可以傳承給下一代。那現在呢，我要請你教觀眾朋友這個媽媽的客家話要怎麼講呢？阿妹。對，阿妹。那現在呢，我們挑戰講一整句的客家話，就是媽媽與女兒一起經營餐廳，就是阿妹老妹兒窮下經營餐廳。沒錯，好厲害哦。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你們也會羨慕像 Alice 還有她媽媽這樣的生活模式嗎？其實呢，這就是一個決定。當你選擇了不同的生活模式的時候，記得熱愛你的生命是最重要的。當然了，我們今天認識了許多新的詞，一起複習一遍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媽媽，阿妹，阿妹。第二個呢就是女兒，妹兒，妹兒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這句話就是媽媽與女兒一起經營餐廳，阿妹老妹兒窮下經營餐廳，阿妹老妹兒窮下經營餐廳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假日的時候讓自己出去走走吧。下次見嘍，拜拜。